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使徒行传》第1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陈汉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要我们一早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求你带领我们，就有一个敬畏的心，还有一个，对吧？能够在圣灵里，在圣经里面，更多来渴慕你，更多来渴望你，使我们的心能够活出跟使徒一样，对吧？紧紧跟随，然后并知道，并传扬耶稣你是基督的一个使命跟运动。请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有更多的领受，谢谢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我们昨天读到的是《使徒行传》第8章的前半段，讲到当司提反殉道之后，扫罗如何迫害教会，也因着迫害的行动，让教会分散。那分散也让福音也分散到各处。那腓利分散到撒玛利亚，那他向撒玛利亚人来宣讲福音，但撒玛利亚人并非全犹太人，虽然撒玛利亚人也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却没有完整的经典，或是他们没有完整的圣殿的生活，以至于腓利借着神机骑士来宣讲耶稣基督的道，来传福音，也带来这城里的喜乐。那腓利为人洗礼，那但是为什么没有受洗的人没有领受圣灵？还需要请使徒来。有几个可能，那有可能是在那里还没有教会，或是还没有团契的生活。那还有就是说，圣灵的洗礼，透过按手，透过使徒的设立，那让圣灵赐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来得到圣灵的更新，能够放胆，能够勇敢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受洗可能是一个被动，但是受水的洗礼是一个被动，那受圣灵的洗礼呢，也成为主动。那还有就是有一个插曲，就是撒玛利亚的西门，那他羡慕彼得的权柄，那想要用金钱来买，彼得也劝他要早日悔改，以免和自己的银子一同灭亡。好，那这位西门呢，或许悔改，但也可能成为这个另外一个异端，好，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创始人。好，那无论如何呢，好，那让我们看到当教会分散的时候，把福音带到外邦，好，那福音也开始来传开。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西门，好，他的传福音，那是从26节到40节，好，那要请陈汉带领我们大家来读。有主的一个天使告诉腓利，你动身向南走，到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加萨的路上去。这条路已经荒废了。腓利就动身前往，在途中他遇见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一位高级官员，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经营财务。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归途中，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过去靠近那车子走。”腓利跑过去，听见太监正在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回答：“除非有人开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邀请腓利上车，跟他坐在一起。他所诵读的那一段经文是：他像一只被牵去屠宰的羊，像一只在剪毛人手下的羔羊，默默无声。同样，他也一言不发。他忍受耻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也没有人能指出他的世系，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他先问腓利：请指教我，先知的这段话是指着谁说的？是指着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腓利就开口，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向他讲解关于耶稣的福音。他们经过一个地方，路旁有水。他见说
这里有水，我不就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吗？菲利对他说：“你如果真心相信，就可以接受洗礼。”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太监就吩咐停车，菲利跟他一同下到水里，为他施洗礼。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菲利带走，太监就不再看见他了。他继续赶路，满心快乐。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菲利，他走遍那一带地方，在各村镇宣讲福音，直到他来到凯撒利亚。好，谢谢。那今天这段经文是腓利行传的后半段。好，那虽然腓利在使徒行传后面还有出现，但是腓利最主要的就是7个执事，好，第6章好来介绍他在赐予司提反。好，那司提反的事件之后，好就是以腓利为主。那腓利他把福音带出了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好，那甚至又带到继续的除了往北也往南也往西，好，那就是到后面的雅什图到该撒利亚。那当腓利为人洗礼之后，好，那有主的使者，就是一个天使来告诉腓利啊。那在这段当中，我们会看到腓利有谁的同在呢？他可能是单独一个人，好，或许有同工，好，但是没有看到其他的人。但是有主的使者在指导腓利，好，叫腓利要动身往南走。那从那条耶路撒冷通往加萨的路上去啊。那在路加还特别注明那一条路好是旷野。那现在中译本翻成那条路现在已经荒废，就是当腓利在走那条路呢，到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好，那条路已经不能通了，好，那就是有其他的原因，好，已经荒废。那在这条路上呢，那就遇见了一个伊索匹亚的太监，那是伊索匹亚女王甘大基手下在经管财务，是一个高级的官员哦。那我们先看地图，就是腓利他从耶路撒冷离开，出去到撒玛利亚，是往北，所以跟着这个地图的线呢，上到撒玛利亚。然后，并且跟使徒彼得、约翰也去到了撒玛利亚，为这一群受洗的人按手。那按手回来，好，那本来他应该要在撒玛利亚继续传道，或是继续往北啊。那但是有主的使者告诉腓利，好，要动身往南，好，所以腓利可能就这样又南下。好，然后经过耶路撒冷，那一路经过了犹太全地，好，那去到了加萨。好，那从耶路撒冷往加萨的路呢，好，不一定是长这条样子啊，但是可能是更小条，或是比较崎岖的路，好，但那条路已经荒废。那但是就在这条路上呢，遇见了这个旧的和本翻成埃提阿伯，好，那在和修本翻成艾塞俄比亚，好，艾塞俄比亚。那现代中文译本直接翻成就是伊索匹亚，好，伊索匹亚。好，那右边的地图，好，那么大概可以看到埃提阿伯、艾塞俄比亚，好，那伊索匹亚，好，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好，那可能这个范围很大，但是这个伊索匹亚呢，好是以尼罗河，好，因为在埃及的南边，好，这条尼罗河，好的这个上游，好的一群努比亚人，好，努比亚，好，努比安，好，是指这个皮肤很黑，然后指这个鼻子很宽，好，可是很扁很平，好，那的这个黑人哦。那伊索匹亚好，在主前8世纪好就曾经入侵过这个埃及哦，好，所以他们在历史上的发展非常的早，好，那甚至伊索匹亚呢，好，它也有许多的这个文明好书写系统，好，有自己的文字和书写系统。那这里讲到伊索匹亚，就是艾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那他是在伊索匹亚的女王甘大基，
好，那甘大基好也是 Nubian 好，也就是一个黑人的女王。好，所以如果我们找一些这个甘大基的女王的图片，也发现她是一个黑人的女王。那因为伊索匹亚呢，好是男女共治，好男女共治，好，所以他们不会只有只有独尊男性，好，那所以伊索匹亚的女性也可以成为女王。那甘大基呢是对女性统治者的称呼啊，好，所以不见得是这个女王的本名，好，但是伊索匹亚的女王好都叫甘大基。那在这里路加介绍这个太监呢，是在伊索匹亚的女王的手下经管财务啊。那也有人认为这个太监呢就是一个被阉的阉人，跟中国这个皇宫的这些太监是一样。好，但是他可能是从这个管理后宫，好，那到变成管理财务，好，那可见他也是获得肯定，好，所以太监可能是前面先发生的，但是后来他却成了这个管理财务的总管银库啊，好，财务大臣啊，好，财务大臣，但是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那一个黑人怎么样变成犹太人？好，那这个呃，这个就有点难追溯。好，不过不是只有新约。好，我们知道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也曾经去到了埃及。好，那他也曾经因为他被绑架到埃及去。好，那在旧约时期，犹太人或是这个雅各，也曾经移民到埃及。好，那可能在埃及那一带呢，他们已经有人在教导摩西的话，来在那里用摩西律法来敬拜上帝。那他不是只有敬拜上帝，他还会伊索匹亚的太监还会搭着车，然后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可见他的信仰是已经有个传承，也非常的虔诚。那当他去耶路撒冷敬拜完要回来，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从逾越节对不起，应该是从五旬节的这个到圣殿的敬拜，然后结束，好，那五旬节的这个时间，那回来，那也遇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受到迫害，然后除了五旬节再下去就是住棚节。那也有可能是在住棚节，因为五旬节的这个敬拜只有7天，那可能过了几个月是到了住棚节，那又是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那回来的时候呢，他坐车，那不是在发呆，不是在睡觉，是在读以赛亚书。可见呢，这个伊索匹亚的太监呢是非常的敬虔。那时候呢，先知以赛亚书呢，也已经流传下来，那已经有700-800年。那甚至呢，连他们住在非洲伊索匹亚地方，也都能够读到先知以赛亚的书。那他在车上一边读，这时候29节，圣灵就对腓利说，26节是主的使者对腓利说，到了29节变成圣灵对腓利说。好，那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那第一次看到圣灵直接对人来说话。那虽然前面的彼得这个约翰被关在拘留所，那也有主的使者来告诉他们，对他们说话，但是这里直接用圣灵对人来说，是使徒行传当中的第一次。那不论也有人认为主的使者和圣灵是同一位，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的记载，是有刻意的安排。那圣灵怎么告诉腓利说去靠近那车走？好，所以前面是叫主的使者叫腓利在这个撒玛利亚要起来向南走，现在呢是靠近那车走。所以这个腓利呢他跟圣灵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敏锐敏锐到能够主的使者来导引他的一举一动。那腓利呢他就跑过去因为车子是马在拉这应该是马车吧因为要到埃及这么远的路那马车的速度会比较快。那腓利呢他就用跑的跟着跑过去，然后呢听见他正在读以赛亚书。
那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那这个太监回答，除非有人开导，我怎能明白呢？好，那腓力就自告奋勇。那他读的是哪一段呢？于是太监请腓力上车，跟太监坐在一起。所以这个车呢，不是只有一人坐，至少可以坐2个人。那他要这个长途跋涉，那这一段呢也不能是只有一辆，那他可能还需要一些住宿，需要一些这一段出来可能也是要路途也要是一段时间以上才能够抵达。那在这个马车上面呢，就可以从这个图看到，从耶路撒冷通往加沙的路上，腓力向这个埃提阿伯，就是伊索比亚的太监来传福音，在马车上就教导他这段话。那这段经文呢，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53章7节到8节。那以赛亚书53章呢，是以赛亚书的4首仆人之歌的第4首。那仆人之歌都在预言耶稣基督是仆人啊。那其中这一段呢，他读到是说，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诉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那这一段在形容这个仆人呢，真的是上帝的仆人，非常的惨烈。那但是他要来使天地万物都更新，要来复兴全万物，但是却要历尽这样的沧桑，还要历经这样子的刑罚。好，那他受的鞭伤，他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得医治。所以他读到这一段呢，正好是在预言耶稣基督，但是他不晓得是谁，所以34节我们看一下现在中译本的翻译就是他一言不发，忍受耻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没有人能指出他的世系，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就是他没有传承，他没有后代。但是呢，太监他读了这一段，那他很感动，但是又很纳闷，所以他问出他心中的话，说请指教我，先知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的这段话是指谁呢？是指以赛亚他自己本人呢，还是指着另外的人呢？所以答案是什么？答案在路加这边没有刻意的去回答。好，那但是我们知道，路加已经写了路加福音，已经表明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要预言的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路加直接用腓力来回答，腓力就开口，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向他讲解关于耶稣的福音所以当这个太监读着圣经，那其实读圣经那上帝也会派使者来帮助他。这位使者连这个太监也没有想到居然是从耶路撒冷来。所以整个上帝的使者要腓力不要在撒玛利亚传福音，要往南。这个往南呢才会遇到了这个太监。遇到这个太监呢，也刚好是因着他平常都有在读神的话，甚至渴慕上帝的话，连坐在车上也要读上帝的话，以至于呢，圣灵所派来的使者，腓力，来讲解他，然后就带领他，让他心中的疑问就得到了解惑，得到了明白。那最后一段，他们经过一个地方，所以这条路呢还蛮长的。那腓力到底要跟到哪里去呢？可能应该还没有到达加萨，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往加萨的路上。那但是他们一路走，一路教导，这也像耶稣复活之后，跟着这个2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只是现在是坐马车，速度加快。那他们经过的地方，路旁有水。太监听见了，也明白了这个耶稣奉耶稣的名然后接受洗礼，能够得救。所以他自己主动说，这里有水，我不就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吗？那这36节，那和合本还有一个注有37节。好，那现在中译本直接加进去，有一些古卷加了37节。37节内容是腓力对他说，你如果真心相信，或是一心相信，就可以
接受洗礼就可以了原文是就可以，可以什么？可以洗礼。然后太监还回答，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太监他的信仰告白，他把耶稣跟基督串联起来，而且也把耶稣基督跟神的儿子串联起来。所以在他的信心当中、信仰当中，耶稣不仅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上帝，就是神。那所以他听完的腓利的传道，听完腓利对他的讲解，让他原来知道，原来上帝的计划，旧约当中上帝所预告的这个我们司提反也有提到这一段这个摩西说上帝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然后又提到了这个上帝要让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跟大卫立约，要兴起一位王，让这位王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在大卫的这个应许上面。那这一切呢腓利都教导了这个太监，以至于他就接受耶稣。那他也在这个下到水里面当场就在那边施行洗礼好，那39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车停在旁边这个水可能是溪流或是水或是池子或是皮塘那但是呢他就是要借着水的洗礼来承认自己的罪，借着水的洗礼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得救，而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而当他接受水的洗礼，那后面发生的事情是39节，当他们从水里上来时候呢，主的灵把腓利带走。一开始是主的使者对腓利说往南走，后来是圣灵对腓利说靠近马车走，再来呢水受洗完之后呢，主的灵直接把腓利提了去提了去呢那这个就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从耶稣复活的画面呢知道耶稣也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2个门徒在共走然后共读，到后来在擘饼的时候呢耶稣就从他们眼前就消失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赶紧离开回去耶路撒冷。那这里也是在受洗完之后呢太监就不再看见他了，不再看见他了。那但是呢太监呢没有因为这样子觉得自己是看到鬼了遇到什么灵异事件，没有，他是欢欢喜喜的上路欢欢喜喜的上路。好，那满心快乐。那也有人认为这一段呢就是这个太监呢就是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当他受洗完之后，他就起来被圣灵所充满，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回去他的老家就是这个他的女王伊索比亚的女王甘大基的王宫继续在那边来总管国家的财政财务。好，那也把这个福音就带到了经过了埃及，带到了尼罗河的上游带到了伊索比亚。所以可以说伊索比亚呢当时因为这个太监可能在早期就已经有人信了耶稣，甚至可能有了教会都有可能但是因为使徒行传路加也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40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那腓利就走遍亚索都那一带，在各城镇宣讲福音。他又起来，直到他来到凯撒利亚，所以这里又提到2个地方。那本来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受迫害去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又被属的使者说要往南走，然后遇到了埃提阿伯这个伊索比亚太监的车，那一路跟着到加萨。但是呢，在这条路上，或许还没有到加萨，或是已经到了加萨，那有帮这个太监洗礼完之后，腓利就被提去了。被提之后呢，又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亚索都。亚索都就是以前旧约的亚实图，那就是以前非利士人从海上来的时候，他们所发展的城镇之一。那这是亚索都，所以他也在那里传福音，在亚索都各城传福音。我们也知道这都是外邦人，那也都是非利士人所开发的城镇，那到后来所留下来，在那边很多非犹太人，所以他要去那边来跟这群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已经得到了秘诀。
他已经知道如何借着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来宣扬来见证所传的道。那又有人后来又看到他传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或是该撒利亚。好，那这跟另外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不一样。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黑门山的山下，好，那是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地方。那这里是该撒利亚是靠海的地方。好，那这该撒利亚也是后来保罗，我们读使徒行传，好，那他第三次布道旅行回来之后，在这里被拘留将近2年的，后来被审问，好，将近2年才去到罗马的地方哦。好，那这也是一个外邦，也是个靠海的城镇。好，那在这个该撒利亚，有很多的遗迹和遗址。好，那它是一个造镇，是一个造镇。好，那甚至更早期所罗门的年代，好，那就已经这个地方好都已经有发展。好，所以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地方。好，但是都是一个外邦人，好，非犹太人。好，因为当初上帝要摩西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整片都应该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除了约书亚还有迦勒，其他支派并没有认真的去把这个迦南地都把它占领，好好的管理，以至于还是有很多的迦南人、外邦人在这块地上。那这是顺带一提啊。好，今天这个腓利呢，他出现除了在第8章之外，使徒行传的21章第8节又再提到他的名字，而且对他的称呼呢是传福音的腓利。为什么称他是传福音的腓利呢？好，因为他从撒玛利亚，好，他是第一个把福音带到外邦的，好，到撒玛利亚，而且呢又带到了南边到加萨，甚至因为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把福音带到了非洲，好，都很有可能。那也去到了亚实图，好，就是亚索都，好，然后也去到了该撒利亚。那他使徒行传21章第9节，那还介绍他有4个女儿，都是先知啊，都是先知。所以这个腓利呢，他应该是有成家，有结婚，还有4个女儿。这4个女儿也不是放着不管，好，他都有教导他们说预言，好，不是只有简单的说预言，好，先知，好，应该是指他都能够来读圣经，好，能够像他来帮助这个太监一样来讲解以赛亚书，讲解先知书，好，是这个说预言，好，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好，今天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去接触传福音的对象，也是圣灵的工作，包括圣灵的带领，还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一个对福音的负担，这都是一个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感动，一个引导，一个呼召。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来思想，也要来顺服，也要来跟从圣灵的带领。第二个就是，就算我们不明白圣经，但是也要读圣经哦。如果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他读圣经是默读或是安静的读，那腓利跟在他的车子的旁边，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就没有一个切入点，他就没有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那读圣经好读出来，好像我们的习惯可能是用看圣经，但是读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当我们读出来之后呢，上帝就会动工。那甚至上帝还预备了人，从老远的撒玛利亚城，然后呢带到了南边的加萨城，然后在那个路上，这个福音就成就感动人的心，就受洗。而这洗礼呢，是个新生命呢，就回到了非洲，也是去到了非洲，把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好消息就带到了非洲去。第三个就是当我们遇到读圣经不明白之处，其实我们也要记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昼夜思想，甚至当遇到有人可以问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向人来请教。当我们的这个心中对圣经的疑问能够得到解开，你就会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好，会得到一份喜乐的感觉。好，但也不要忘记这个喜乐呢，就是来自于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真理。好像这个解数学，这个数学算不出来，但是后来真的算出来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解惑，一种欢喜快乐的一种同在，也是圣灵的工作。那最后就是这个太监他的受洗，那是37节。
好，说人若是一心相信，相信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受洗。那虽然没有人反对太监受洗，但是太监，可能在腓力之前为人受洗呢，好，必须是要有众人，好，可能是要在一个会堂，好，可能是要预备一个池子，或是要安排刻意，还要唱歌祷告。但是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的洗礼呢，好是没有形式上面，好没有在形式上面在那边做文章，好没有在形式上面要求，好这个水一定是要流水活动的水，或是海水，或是溪水，好要温水要热水都没有，他也没有要求这个洗礼呢，好一定要有属灵同伴，好一定要有上完基要真理，好其实他是有上基要真理，好。但是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有这个，要在礼拜天，要在教堂内，没有这么多的限制，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也不能太没有限制就在路边，就在浴室，就在厕所，然后就可以受洗。而重点的是在于这个太监他已经是一个犹太人，他都已经身体力行来耶路撒冷来敬拜，那他也读神的话，他只在差于他还有需要人替他指点，让他能够开窍。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传福音的腓力他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8章也看到是一段腓力行传，他如何带着圣灵的同在与能力去到该撒利亚去到往加萨走的路上来带领非洲的伊索比亚太监来接受耶稣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让圣灵带领我们的脚步到所到之处，都是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为主做工的机会。也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来明白圣经，也能够将圣经的话能够读出来，也能够介绍出来，能够让上帝你的救恩借着你的话传到地极，传到天涯海角。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